喂喂，麦克风试音，喂喂喂，麦克风试音。哎，诗慧哦，诗慧，喂喂喂喂喂喂，来主理大声一点点。好，OK，可以。喂，麦克风试音，喂喂。
亲爱的大家平安，大家中秋快乐吼！感谢上帝，互咱的伫台湾这个疫情有受到控制，所以咱有这个假期的时间，会当和咱的亲戚朋友做伙来做好的交易。伫这几天，咱会当有一天的暗暝吼，咱会当夜头来看月亮，吼，因为即摆月亮是上大粒、搁上圆的时阵。咱伫欢喜过节的时阵，咱嘛会当来欣赏上帝伊所创造的美好。咱即时来三甲祈祷。阮伫天父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感谢俄罗你。伫即阵，无论阮即马伫教会实体，还是伫线上参与礼拜的，阮同心来敬拜你。求主你即时将你的灵赐下，互牧师甲所有的会友。今日通过牧师的教导，互阮更较了解你的真理。阮听了真理了后，阮更爱去行。求主你帮助阮，求主你照顾阮。阮将今日礼拜拢交托伫你的手中，求主你互因拢顺遂。安尼祈祷感谢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免。甲山顶的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咱伫要做礼拜进前，咱来练咱今仔日的诗吼，即种今仔日的，请咱掀开201首，201首。上主做我记号，木者。好，咱请苏琴甲咱弹者。来，风吹。第二站。这首歌，咱知影伫迄个古圣诗的第几首无？第6首啊吼，这是咱古圣诗。主耶和华，伊是头一句无共款尔。主耶和华是我牧者吼，是敢若头一句无共款尔。这嘛是共款，就是咱的诗篇23篇吼。那我感觉咱真感谢吼，咱的主日学吼，因声足够的，迄个老师甲校长叫因背台语的呢，因拢全规个拢会甲背起来吼，因真够。所以这是咱诗篇，咱伫咱厝的吼，真侪人拢会甲放伫咱的壁吧，看也是讲菜伫倒位吼。诗篇是咱的23篇，是咱足重要的吼，所以咱伫吟即首的时阵，咱会使若想欢好，咱搁对第3节甲第5节，咱来甲唱过吼。来，随风微摇，麦芽在岸，因为我主。
首吼，较爱注意，就是第一破表，上尾啊，遐吼是甲2拍尔，所以莫拖足久的吼。我无欠缺一件2拍，都爱随伊接落来吼。这是即首爱小可注意的所在。好，请咱搁掀开478首，这咱唱几啊礼拜啊吼。即嘛拢熟的歌，478首，听堂上帝和平人君。好，请苏琴搁甲咱弹。好来。第二节。圣诗吼，伊的词甲伊的迄，恁若哪吟，啊，搁一直咧想即个内面的词吼，咱拢真感动，真感谢主吼。所以你吟诗的时候，我拢爱讲吟圣诗嘛是一个祈祷吼。所以咱若咧吟诗的时候，用祈祷的心，安尼慢慢啊唱，豆豆啊想来想甲咱甲上帝的关系吼，真好。所以请咱掀开405首，405首。主上帝，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，愿咱的敬拜，愿咱的祈祷，拢会当互上帝来接纳。405首，主上帝，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。好，咱会当来唱2遍。主上帝，早起时。别班心来做礼拜。
耶和华，我的石盘，救赎我的主啊！愿我的喙所讲的，心所想的，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。咱做伙来吟诗，信诗478首，听从上帝和平领军，听从上帝和平领军，停止战争怨恨。阻挡人类武蛮罪行，想使世界和平。恳求主拄起怨恨心，应听埋怨心灵，终止一切苦难战争，想使世界和平。圣诗478首。听从上帝和平领军，停止战争怨恨，阻挡人类武蛮罪行，想使世界和平。恳求主拄起怨恨心，应听埋怨心灵。将一切苦难战争，想使世界和平。求主带领早前作为，通过来做公义，调度一切全人心性，想使世界和平。恳求主拄起怨恨心，应听埋怨心灵，将一切苦难战争，想使世界和平。你我愿无所求，世事换命真多。今仔求你来回应，想使世界和平。恳求主拄起怨恨心，应听埋怨心灵，将一切苦难战争，想使世界和平。请坐。咱做伙用主祷文来做阮的信仰告别。阮伫天年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呢亲像伫天呢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伫带阮入地狱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启应文41篇，以赛亚书第9章，咱做伙来启应。启应文41篇。行伫黑暗中的人，已经看见大光。你予因的国家强盛，予因大欢喜。亲像得受挂的欢喜，亲像你毁灭米甸的军队迄日。讲断因肩头的棍，侵略者的军话，高着废的军服，
因为有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，伊要负担国政，贤明的导师，应在天父，伊的主权无穷，伊要坐大笔的宝座，伊要用公平正义统治。万军的统帅上主一定会成全这个事。阮阁来吟诗，圣诗201首。上主做我至好牧者，上主做我至好牧者，我无欠缺一件。青翠草坡，互我徛起。带到安静水边，圣诗201首，请起立。上主做我一好牧者，我无欠缺一件，青翠草坡。请坐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，阮要感谢俄罗你，因为你的恩典，互阮伫主你的时会当来到你的面前，做伙来敬拜俄罗你。主啊，当阮来到你的面前。阮要谦卑承认，阮是软正有限的罪人。真侪时阵，阮体贴家己，无遵守你的旨意。阮无做到疼别人，亲像疼家己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。主啊，你是平安的君王，面对世界疫情的威胁。侪人丧失性命甲自由，不过感谢上帝的保守看顾，台湾的日常生活无受到真大的影响。教会嘛已经恢复实体礼拜甲实体聚会，求主赐阮教业的信心，我靠上帝大能，
相信会当镇压病毒的攻击，互疫情受到控制。嘛求主帮咱指挥中心，互人民遵守配合防疫规定，互人民顺利完成疫苗的注射，保守台湾免受病毒的威胁。阮也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祈祷，恳求主看顾伊伫，也加添力量，互因甲因的家庭。请阮的主求你的信心临到阮每一个兄弟心中。通过主日礼拜，互阮甲你相拄，得到教示甲启示。祈祷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免。共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圣经马太福音第9章27节到31节。伫台语汉语本新约的第10面。马太福音第9章27节，耶稣对遐经过，有2个市民人缀伊。叫讲代笔的户的林敏远已经入厝，市民人就近伊。耶稣甲因讲：“恁信我会做即个事吗？”因讲：“主啊，有。”伊就蒙因的目睭，讲：“照恁的信，甲恁做成。”因的目睭就开。耶稣严严吩咐因讲：“谨慎，无得互人知。若是因出去，便传伊的名伫迄地方。”以上，这是圣歌对要来学罗上帝。
有你的爱。
讲道今仔日科目书的题目是求主帮赞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，爸上帝伫咧面前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伫即个节期的中间，互阮每一个人享受家己同在的喜乐。伫今仔日的敬拜、学乐，愿你接纳阮的歌声，接纳阮的敬拜的心。这是恳求信心甲阮同在，帮助阮将你的话语刻条伫阮的心内，互阮领受对你下来的话语，成做阮生命的快乐。阮将以下时间仰望伫主你的手中，愿主你亲身看顾，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疫情的中间，毋知大家身体敢好？有人讲好，有人点头，有人咧想，我有一寡毛病伫的呢。这是要安怎咧？咱人的身体其实有时咱感觉真健康，总是有时你会感觉讲你的身体有状况。那呢有状况的时，你感觉袂爽快，也是感觉倒位咧酸痛的时阵，你会安怎做咧？也是讲，这个情形一直无改善，一直同款的毛病、同款的情形，拢一直咧出现的时，你会安怎做咧？有时伫咱的生活中，咱会出去外口咧办一寡代志，毋知恁敢有拄着这种情形？你去银行，迄个 ATM 要去领钱的时阵。忽然间，机器去卡掉的，你的卡片，你要领的钱，拢卡伫机器的内面的时，你要安怎做咧？我想伫咱的生活中，咱会拄着某一种状况的时，咱自然拢会想出一个对应的方法，会当帮助咱来处理咱面对的状况。我想迄个时间。咱心内拢有真多的，咱讲的迄个办法，会当帮助咱伫迄个时阵做一个上好的选择。这个选择帮助咱在面对这个状况的时，会当真好的处理，会当互这个代志当顺序来进行。伫现主时，咱讲科技真发达，咱要摕到所有的资料真简单，所以当咱在拄到一寡状况的时阵，咱超过咱的能力的时，就有人会讲啥？问 Google， 手机Google 拍一个答案就出来啊。那呢，我咧想，大部分的时间，咱拢会当对网络顶面去摕到咱要知的资料。咱拢会当摕到，咱会当解决的方法。看起来 Google 帮助咱，互咱生活较容易。也毋过，咱翻头来想一件代志，咱是毋是嘛真容易，互即个世界来影响到咱？咱是毋是要找帮助咱的对象，也是方法的时，咱的迄个方法敢有正确吗？伫马太福音第8章到第9章内面，有记载真侪耶稣行新掠的故事。马太福音记录这个新掠的故事，毋是要将耶稣成做一个敢若会当行新掠的人。马太福音要甲咱讲的是，新掠是要帮助咱了解耶稣来到咱这个世间，伊伫咱的中间所产生的迄个意义。所以，最军对耶稣的人，也是甲耶稣徛对面的，这对顶呢，拢知影讲耶稣是一位医治者。那呢，对耶稣来讲，遐咧对伊看做歹，要来攻击伊的人，拢认为耶稣会当医治人，是惊遐的邪术，也是靠着鬼王，才有法度，互别人的病得到医治，这是因所认为的原因。
因会安尼想，是因为当时有真侪遮的人，也是讲咱讲的遮的讲会当治疗别人的遮的人，一直罗马伫希腊的逐所在来来去去，所以真侪人就将耶稣看做是一个会当行新历的人尔。其实，伫马太福音第8章到第9章内面所记载的每一个新历，拢是要表明耶稣是上帝的囝儿。过来是要表明耶稣是弥赛亚。上尾再来讲到耶稣是因为百姓的缘故，上帝将伊的大权能显明伫耶稣的身躯顶。所以每一个受到医治的人，其实咱若详细甲看，拢有一个共同的，咱讲共同的迄个所在。因拢是社会中较弱势，也是讲因是互社会所无接纳的。咱会当讲，伊敢若亲像是社会边缘人共款。所以，若对耶稣医治的遮个人来看时，耶稣咧医治遐咧排，互受人所气杀排斥的遮个人。今仔日经文，咱看到两个青面的人，因听到即位会当行新历的耶稣，因就对着群众来到耶稣的所在。有可能嘛是请人带因来到耶稣的即个所在，因咧等候一个机会。等候迄个机会的来临，为什么因咧等候呢？因为伫当时，所有人拢认为遮青面的人，因有一寡对因偏差的观念，会认为是因也是因的父母犯了罪，所以才抵到因无法度看见。周围的人看见因，周围的人无要甲因来往。所以，因等于是生活伫社会的边缘。所以，今仔经文记载讲，当因来到耶稣的身躯边，因大声喊讲：“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吧！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吧！”我想，因会安尼话，是因为因才拄则听到耶稣伫早前医治了侪的人。耶稣医治了患着太过病的人，耶稣医治了因为变碎的这个罗马的军官的仆人，耶稣医治了彼得发烧的丈母发烧的这件代志，耶稣佮赶鬼医治人，互这两个人恢复正常。耶稣嘛将迄个互人带到伊面前，为厝顶垂落来，即个变碎的人，互伊会当起来行。耶稣嘛，互即个管会堂的查某囝对死佮告我。耶稣伫迄个时阵医治了一个血老的妇人人。所以当遮的两个看袂到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。耶稣医治的新历，互这两个看袂到的人，因听到讲，这个耶稣，互因未来会当看到的这个希望。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吧！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，耶稣是大卫的子孙；对于当时的人来讲，因所听到的消息，因会认为耶稣是一个救主。不过，这两位看袂到的人，因的心内可能还阁有一寡担心伫的，因为若真正无法度看见的迄个失望，对因来讲，会是一个打击。因为头前耶稣已经互侪人得到医治，所以因无真确定。因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，敢若是一个祈求在喊话，敢若是一个祈求，讲拜托你可怜我吧。因无讲耶稣你来医治我，所以因的烦恼，
那呢，即种的祈求，要互人要安怎会当确实来帮助伊呢？伫即个世代，咱生活伫即个世代，有甚物人需要帮助呢？伫即个世代需要帮助的人，是伫学校上课的学生吗？前几天的新闻，有一个学生受不了、挡袂牢学业的压力，就自杀了。也是讲一个外表看起来真正常，每一天上下班的人呢，也是咱的边仔菜市仔，当菜市仔咧收起来时，会看到咧捡遐纸箱啊，会食的长辈咧。啥人是需要帮助的人呢？是遐精神无稳定，也是讲每一天咧上下班中间坐公车、坐捷运的遮的人呢？也是咱拢会去运动，伫放花边伫遐咧运动的人呢？啥人需要帮助呢？伫咱的生活边，到底有偌济人因需要互人帮助呢？通常咱拢会用一种眼光来看别人，就是讲，这个人是一个真正常的人。咱用正常的人来看待伊需要帮助也无，咱再来决定要甲帮助无。咱拢会认为正常的人伊无需要帮助，也是讲伫咱的社会中有一个普遍的现象，讲人生胜利组，伊嘛无需要帮助。这个人生胜利组，往往是对人生，伊讲一路行去，无特别的代志来影响到因要行到底的规划，也是想象。不过，当一旦发生状况的时，因就无目标啊。人生胜利组到底因有需要帮助也无？咱看到的是，因伫人生的路程顶面咧追求真成功，咧追求有钱、有家庭、有工作、有厝，才会满足。那呢，伫现代，咱讲的人生胜利组到底是甚物呢？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伫网络顶面看有人安尼讲，伊讲吼，伫疫情的中间。要饲家，要养饲一个家庭吼，才知影家己伤善；要申请迄个补助吼，才知影讲家己真好呀。要去找工作的时阵吼，因为有人互人裁员啊，才知影讲哇，原来我已经遮尔老啊。想要去拍即个疫苗吼，我煞无伫头前的迄几类内底，才发觉家己伤细汉啊。所以伫这疫情的中间，有人讲。对一个人生的胜利的这个定义是讲，要领这个补助吼，一世拢领袂到的，也是呢，要注这个疫苗吼，是摆到上尾才注的。各位兄弟，正常的人，也是讲人生的胜利组，你是安怎来定义的呢？亲像这样的人，咱会认为伊无需要别人的帮助，敢真正是安尼呢？最近咧陪伴一位青年，每一礼拜伊会来找我，我会甲伊做一对一的一个谈话。这个青年外表看起来真阳光，伫过去对未来有一个真好的想法，也毋过忽然间伊的生命中出现一个转折，打破了伊原本所计划好的迄个美好的未来，所以人生一下失去方向甲目标，伊的生命坠落到迄个黑暗的深坑的内面。伫甲伊的谈话的过程中间，看到伊的失落，看到伊的自责，伊啥物代志拢无，咱讲提不起兴趣来，规个人陷落伫一个负面的中间。经过一届搁一届的谈话，
帮助伊去敲找伊内在的状况，帮助伊去看见伫即个时刻上帝伫伊身躯顶的心意，渐渐有较好啊。所以最近我问伊一句话讲：你感觉啥人会当帮助你行出即款的状态？啥人会当帮助你行出即个困境呢？啥人会当帮助呢？伫今仔日咱读的耶稣新约的故事的内面，两位看袂到的人来找耶稣进前，我想伊应该拢有去找过其他的人，应该拢有去敲找会当解决因无法度看去，因足想要看去的即个问题的方法。总是伫过去这段时间，因无找到方法，将因的病得到医治。所以当因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对耶稣讲：“大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的时阵，敢若亲像有一点仔希望，阁有一点仔怀疑伫咧。因为过去的经验影响到因，所以因有可能有一种想法是讲：啊无我来试看卖，若无得到医治，嘛会当照常咧生活。”耶稣知影因的问题，耶稣知影因的想法，耶稣知影因心内迄个想要看见的迄个渴望，知影因想要得到医治，过一个无互人排斥的生活。所以耶稣知影，就问因讲：“恁信我会当做即个事吗？”我想即个问题。毋是咧问讲目睭会当看见，也是袂当看见，也是咧问讲你的肉体顶面得到医治。耶稣问的是：你信我会当做即项事吗？耶稣无直接讲恁过来，我甲你医治。耶稣无讲随伸手，就讲你的病得到医治。耶稣问因的问题是甲因的信仰的赞处有关系，是互因对上帝有信心也无的即个问题。即两位看袂到的人，因知影耶稣甲其他的人无共款，因知影耶稣点出要得到医治的迄个关键是完全的相信，所以因就直接甲主耶稣讲：“主啊，万信。”主啊，万信！耶稣就甲因保证，甲因讲，就照着恁的信来成全啊。两位看袂到的人，伫信心顶面的回应，就是咧表明因对全能上帝的信靠。所以因透过祈求要得到医治，因表示相信耶稣是咧实现旧约先知以赛亚所讲的：青眉会当看见，听无的会当听见。因为因两人的相信，透过耶稣的手，这个是对上帝遐来恩典，就进入到因的肉体的内面。过去人看因身躯有罪，看因是因为有罪抵到因身躯顶有遮的病痛。不过，伫即个时刻，耶稣将因的即个罪甲病痛完全除去，因为耶稣的手带因进入到因的生命内面，互因去看到迄个建立上帝恩典甲真理的内面，互因的生命得到改变，互因的目睭会当看到世界。这是一个互人真兴奋的代志，所以我想，这两位因会真兴奋，要甲别人讲，阮得到医治啊！伫过去遮侪年来，阮所敲出这个看会到的医治已经临到，因要去甲人分享。但是耶稣讲，恁毋通将遮个事去甲别人讲，迄是因为时间还未到。迄是因为耶稣的工作还搁咧进行，
那呢？因无讲，别人敢看袂出来吗？最近佫一摆读这本册，这本册的册名是《耶稣比宗教大较大》。伊的副标题是“我真爱耶稣，但是我为什么讨厌这个宗教呢？”这位作者伊自细汉伫教会内面大汉，对着伊的年岁渐渐多，伊对信仰的疑问愈来愈多。所以作者伫这本册内面，伊反省家己的信仰的状态，伊看到家己信仰的对象，以及伊所追求的目标是甚物。作者有一句话讲：一切拢要转来到耶稣的本身，伊才是咱追求的目标。这个作者讲，现今即马伫咱的中间，这所有一切制度，拢无法度互咱真实去拄到耶稣。那呢，咱会当思想一下，咱将耶稣看做是甚物呢？伫圣诞节的时阵，咱无为着耶稣所享受的礼物来庆祝，反倒通来看到我家己摕到的礼物是甚物。也是讲，伫过活节的时阵，无去想耶稣过活太赢这魔鬼罪恶甲死亡，咱在关心咱日常生活中要食的是甚物。也是讲，咱无要称耶稣正做一个神，讲伊是一个善良的人尔嘛。咱无要甲人传福音的时阵，咱无甲人讲。你是一个罪人，你需要救主。咱会安尼惊，是惊伊讲伊无要来教会。咱伫教会内面，咱惊人无要来奉献。若是真正安尼的时阵，作者讲，咱有宗教，却无耶稣基督伫咱的中间。咱外口行为有一个好的表现模范，却是无上帝伫咱的内面。咱会当做真侪神学的辩论，却无伫咱的生活中来实践。咱行好的代志，却无好的这个原本的根源伫咱的中间。咱有疼，却无本身就是疼的上帝甲咱的同在。伫咱的生活中，咱拢知影家己想要甚物。各位兄弟，恁知影家己想要啥物无？最近有一个厂牌的手机要上市，大家就开始讲，伊甲顶一代有啥物无共？有人讲，我要即个上新的，我要追求，我手中拢是甲人无共款的。但有可能要伫即个上新的手机啊！伫疫情的中间，咱无法度出外食饭，咱真少念倒位的食的好食物件。也是讲，咱要维持一个好的人际关系呢。咱知影咱家己想要伫甚物，总是咱真正需要的是医治。伫咱伫困境的中间，咱的领主上帝将咱所有一切摕走。实际上，伊当互咱每一个人一个机会。互咱会当互伊来塑造，互咱会当搁较亲像耶稣的模样。伫咱每一个人信仰成长的过程中间，我相信咱拢有拄着艰难、痛苦、无法度超越的迄个时刻。这个时阵，只有主耶稣甲你同在，伊一直伫咱的身躯边，所以咱需要的是医治。对耶稣来医治，咱所需要的是咱甲耶稣基督、甲上帝一个真亲密的互动。咱所需要的是，当咱伫困难中间，咱袂孤单。青梅的人受艰苦，毋是因为伊的父母，也是伊犯罪所致教的。看袂到的人，因为上帝的独生囝耶稣，伊相信伊。伊相信伊有上帝的权能，
对互人所看轻排斥，一直到互上帝拯救以及接纳。所以伫咱的生活中，有时咱看了真混乱，耶稣伫咱的内底；有时咱受到一寡伤害的时，耶稣知影。当咱伫痛苦的内面，敢若讲行袂过的时阵，耶稣承担了咱的一切。所以咱的人生只有耶稣来做主，做咱的主。咱才有法度真正去经历基督所享受迄个喜乐甲生命伫咧。耶稣医治看袂到的人，毋是咧展现伊家己医治的即个技术。耶稣是咧引带因，将因的目睭看注目看伫上帝的身躯顶。无看到耶稣所行的遮医治的新掠顶面，新掠有可能会当互咱真紧来明白上帝，却无法度互人会当真实来完全相信伊。耶稣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内面，伫你我的生命内面，虽然咱过去毋捌看到，总是伫咱的生命内面，耶稣就伫迄个所在。耶稣就伫咱的平常的生活的内面。今年是教会130周年，咱的主题是信心甲军队，已经要到年底啊，第4季要开始啊。我想，信心甲军队是咧提醒咱每一个人，咧提醒咱是一定甲耶稣同在的人。上帝、耶稣、信心，将迄个无尽的恩典、恩赐赏赐予咱每一个人。那你来看时，教会毋是一个建筑物，教会是人所组成的。教会毋是一个空间尔，是一个每一个人参与伫咧内底。所以，无论咱的处境是安怎，伫平静安稳的中间，也是伫一个坎坷的路顶面，会当拯救咱的只有耶稣基督。会当拯救咱的只有耶稣基督。咱同心来祈祷，拜上帝伫你的面前，感谢你。透过求主帮助阮每一个人，互阮伫阮的生命内面搁较明白你。当阮拄着困难的时阵，你就伫阮的身躯边，互阮会当喊话讲：主啊，帮助阮！互阮会当照着你的手，得到生命的一个光灯，带阮头前的路站，帮助阮活出你的款式。阮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做伙吟诗，回应上帝信诗580首。我心大欢喜，我的喙着吟诗。我心大欢喜，我的喙着吟诗。感谢主上帝大仁义。伫日时恶恼，伫暝时我感谢。安尼服侍也无够额。圣诗580首，请起立。我心大欢喜，我的喙着吟诗，感谢主上帝大仁义，伫日时恶恼。
谢，阿弥佛萨呀，无高名，我心所敬听，我只苦的无价。有君地理兄龙无名，七岁的草坡，你欢喜带阮去，予阮人甲你同欢喜。旷野大山坡，我有心行要路。其实我心心真艰苦，虽然对着来，甲看见高祈求，要不主顾我通求求。万民着清君，我的主，我灵故。声音真好听，美温顺，比赛甲细灵，同欢喜出大声。哦罗，我的主，请尊名。我心所行无大能爱，主耶稣。你听我劝我开我路，请你教我命，只有你为成事，我欢喜感谢你姑姑。真济，只是来奉献。
请坐。伫报告的大声，咱先来读今仔日经句，做伙读两解。伊就望因的目睭，讲：照恁的信，甲恁做成。马太福音第9章29节。伊就望因的目睭，讲：照恁的信，甲恁做成。马太福音9章29节。后礼拜圣工分担，领唱着一路张罗，司礼赖韵如执事，司琴张路家姊妹，献诗迦纳团契，司献施新宇甲张恩兴执事，教台张恩兴执事，陈天恩兄弟，潘宣儿姊妹，音控周明雄执事，苏宏邦兄弟，港购经理黄传道。来州的聚会，拜二的8点的读书会，才有一个定情是暂停一解。拜三早间祈祷会，主理是李尔博执事，司会张恩新执事，题目是义人所行的路。后主日礼拜，主理是黄宗建传道师，题目是行公义好灵敏。圣经甲信息，请咱家己准备。第6名教会消息报告。第1，司礼训练伫本主日礼拜后1点，伫咧2楼的礼拜堂内召开，请中职出席参加。第2，司礼训练结束2点要煞召开中职会。第3，礼拜堂的防疫的人数的限制。阮线上的直播礼拜有照常来，所以有兄弟无方便到教会会当参加。教会的人数控制，1楼是控制12人，2楼80人，3楼的诗班是控制8人。第4，亚华礼拜的退费，原定后礼拜9月26号要亚华礼拜，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取消，所以还未办理退费的兄弟，礼拜后会当到1楼柜台找文峰长老签名来退费。第5，只要真理的课程，本会伫咧10月3号要举行洗礼，欢迎要受洗的兄弟报名参加。要伫9月26号的下晡1点到5点。主讲是柯牧师。第6，奖学金的申请，欢迎成绩若有符合标准的，会当来申请。总平均国中80分以上，高中职甲大专研究所75分以上。期限延长到10月17号。要申请的爱交成绩单的正本甲申请表，予行政干事。第7，圣歌队的指挥李思雨老师伫本会的服侍到9月底，感谢伊这段时间带领圣歌队援助看顾伊未来道路。好，咱来迎煞要辨识信息391首，因诗线请柯牧师教导，请起立。
咱要领受上帝祝福进前，提醒，确定伫定压的时阵，咱要来唱咱130周年的主题的即个歌《信心军队》。所以苏琴会伫头前弹一解，迄阵咱安静，等于弹第二遍的时阵，咱用咱敬虔的心，咱用回应上帝的歌声来做上尾定压。这是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。愿天父上帝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的救赎甲盼望，信心的安慰甲扶持，甲恁正人伫地，对一碟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，别倒。咱同齐来唱。咱彼此亲安，愿上帝祝福大家，互咱每一天拢行伫上帝信心的道路顶面，咱军队耶稣基督的脚步，咱互相亲安。